各位網友大家好啊！政府每年都會調整長者生活津貼，今年派發嘅金額啊、申請要求都有啲唔同，所以今日就想拍呢段片同大家分享一下最新嘅金額啦、申請要求同方法等等嘅。咁第二部分就想同大家講下譬如果我資產唔係好多，淨係得110萬，咁點樣退休？點樣利用呢110萬每個月賺1萬蚊嘅現金流？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先睇一睇長者生活津貼最新嘅金額。由今年2025年2月1號開始，長者生活津貼已經調整到4250蚊。好多人都會撈亂咗長者生活津貼同高齡津貼，俗稱嘅生果金啊。留意翻兩者係有好大嘅唔同嘅。長者生活津貼咧，攞到嘅金額就會比較多啲，所以就有啲收入啊、資產嘅要求。生果金每月拎到嘅金額就比較少啲，所以就冇一啲資產同入息嘅要求嘅。只要你年滿70歲就可以拎噶啦。今年可以拎嘅金額都有所調整，上升到1640蚊。同埋兩個津貼係唔可以同時拎嘅，只可以揀其中一個。之後就講一下長者生活津貼嘅申請要求，主要有4個要求。第一就係必須年滿65歲，第二必須成為香港居民最少7年，喺申請日期前必須住咗喺香港最少1年，年內就唔可以離開香港超過90日。咁第三唔可以同時申請其他公共福利計劃嘅津貼，例如生果金、傷殘津貼、綜援等等。第四必須滿足資產同入息嘅限額。接下來就睇一睇資產同入息限額有幾多。單身人士嘅資產就唔可以超過406000蚊，每月入息就唔可以超過11770蚊。咁如果係夫婦嘅話，資產就唔可以超過616000蚊，入息就唔可以超過16440蚊。但係入息同資產嘅定義係點呢？有咩係計，又有咩係唔計？下一步就會同大家去講一講。入息就會包括咗你嘅人工啦，你收到嘅佣金或者獎金，無論你係自雇或者受雇都係計嘅。仲會包括咗退休金、長俸、收租所得嘅淨收益、年金計劃入邊派嘅固定年金、家庭成員親友每個月俾嘅零用錢同家用係唔計嘅。另外，物業同保單逆按揭每個月拎到嘅金額都係唔計嘅，但未用完嗰部分就會當係資產計算。咁有咩計資產呢？資產就包括咗土地、非自住嘅物業、現金、銀行存款、股票、股份嘅投資，即包括咗債券、基金、獨資、合夥經營嘅公司累計入邊嘅權益。咁商業或者投資用途嘅車輛，例如的士啊、公共小巴嘅牌照。咁最後啦就係金條金幣，唔計算就有4項。第一就係投保年金嘅保費或者保險嘅現金價值，第二就係自住嘅物業，第三就係將來自用嘅骨灰罌，第四就係自用嘅首飾。講完資產嘅定義咧，可能有人就會問，我淨係得110萬，錢就唔係好多啦，又要過咗長者生活津貼嗰個資產嘅要求，咁點樣退休呢？咁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下點樣用110萬去每個月賺1萬蚊嘅現金流。假設你有110萬啦，你就可以將90萬去買政府嘅年金。咁假設你係65歲啦，男性，一次過俾90萬去買政府年金，咁每個月就可以拎到5220蚊。咁因為政府年金嗰個係終身年金，所以一路會拎到你百年歸老嗰陣。因為買年金嘅保費係唔計算咗資產嘅。所以你仲可以拎埋長者生活津貼嗰4250蚊，咁另外仲剩翻20萬，你就可以擺落渣打馬拉松嘅活期存款。咁大家見到咧，一擺落去就會有3厘噶啦，佢隨住唔同階段咧就會不斷遞增嘅。將20萬乘翻3厘，除翻12，每個月就會多500蚊。咁另外渣打信用卡咧，仲可以免息咁樣拎4萬蚊出嚟。咁你將呢4萬蚊擺作渣打嘅活期馬拉松，咁平均每個月就可以拎100蚊。咁具體個教學咧，你就可以參考翻我之前嘅影片。咁將所有收入加埋啊，平均每個月你就可以有1萬蚊左右去使啊。雖然就唔係話好多，但係就呢個資產可以製造到1萬蚊嘅收入，都算唔錯噶啦。好啦，我哋翻正題，依家講下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嘅文件要求同埋申請方法。咁文件上面要求啦，要你身份證嘅正本同副本，同埋你旅遊證件嘅正本同副本，例如你嘅 passport 啦。咁如果你結咗婚啦，咁當然要埋你配偶嘅身份證嘅副本。
咁因為要過數俾你嘅戶口啦，咁要確保你嘅名、你嘅戶口號碼啱，所以都要埋你銀行存摺嘅第一頁嘅副本。具體嘅申請方法有3個。咁第一個咧，直接去社會福利辦事處去直接申請。咁第二個就係用電話啊、網上表格提出申請啦。最後第3個咧就係下載翻公共福利計劃申請表，填妥之後咧就郵寄或者親自遞交俾社會保障辦事處。我自己建議就用第3個方法。咁大家可以喺社會福利辦事處嘅網站啦，就打翻呢個網站，咁然之後揾到呢個連結去下載翻呢個表格，咁然之後就直接郵寄翻俾社會福利處就可以噶啦。最後，如果大家覺得呢段片有用，記得俾個留言、俾個讚同埋分享出去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